AI 會唔會搶走我哋嘅飯碗？其實識用 AI 嘅人先會取代唔識用嘅人。每次技術革命都會引發恐慌，好似當年 ATM 機出現，大家都以為銀行職員完啦，結果點？銀行反而開咗更多分行，請咗更多人。AI 時代其實都係一樣，咩工作最易被取代？就係嗰啲重複性極高、規則好明確嘅工作，例如數據輸入、基礎翻譯、簡單嘅客服同埋流水線操作，AI 做得快好多，但係需要創意、同理心同埋複雜決策嘅工作，反而會變得更加有價值。心理諮詢師、策略顧問、藝術家同埋領導團隊嘅人，AI 暫時都無法代替。AI 唔單止會淘汰舊工作，仲會創造出好多10年前根本唔存在嘅新職位，好似提示工程師、AI 訓練師同數據標註員，呢啲都係未來非常學士嘅人才。所以我哋嘅關鍵唔係去驚 AI，而係要學識點樣同 AI 好好咁合作，將沉悶重複嘅事交俾 AI 處理，等你可以專心做只有人類先做到嘅事，善用 AI 工具，提升自己嘅不可替代性。呢個就係 AI 時代嘅生存法則啦。